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。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氣，我係蔡子順。一股東北季候風咧，尋晚就抵達廣東沿岸。我哋預計呢個季候風啊，今日都會繼續影響到我哋㗎。香港今朝嘅天氣咧都涼翻啲，去到朝早嘅6點鐘，可以見到香港各區嘅氣温咧，大部分都喺21至到23度之間。如果同尋日朝嘅差唔多時間相比啦，可以見到各區嘅氣温普遍都係低咗2度左右。咁而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啊，我哋可以見到咧喺廣東沿岸啦，以至到南海北部啊，其實附近都有一啲雲層覆蓋。不過可以見到呢啲雲層咧，其實都唔係太厚，咁而且雲同雲之間咧都有啲罅隙。咁所以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咧都可以見到陽光。我哋預測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日間乾燥。預計最高氣温啊，大約會喺27度。而今晚咧可能會有1兩陣嘅微雨，風方面咧就會吹住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，咁而係風勢會係間中清勁。我哋預計香港聽日嘅天氣其實都差唔多嘅，預計將會係日間係乾燥，短暫時間有陽光。咁而去到下個禮拜嘅初期啊，隨住一股東北季候風嘅補充抵達啦，咁到時咧我哋預計風勢會係頗大，咁而雲量又會逐漸增多。去到下個禮拜嘅中期啊，朝早咧天氣會係稍涼。一節聽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咁至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咁睇埋啲分區氣温。